鬧你嘅人從來都唔使理佢。但大家記住，可能你好多時候咧都會俾人鬧啊，甚至乎可能咧你演講都會俾人鬧，可能你喺網絡上面講嘢都會俾人鬧。但係其實我哋完全唔需要理佢。喂，如果你行過有隻狗，佢覺得你唔順眼嘅話，跟住佢走嚟想咬你嘅話，咁你係咪趴翻低咁樣去咬翻佢一啖呢？根本唔需要，周街都係狗，點解你要咁擔心所有嘅狗呢？如果你嘅位置企得更高嘅話，講你嘅人就更加多。如果你真係怕嘅話，最好你喺這個世界就消失，因為消失根本冇人知你。你記住，人係永遠都想揾自尊，而呢啲唔成功，亦都冇任何嘅一啲能力嘅人呢，佢哋好多時候呢唔抵得人哋好過佢啦，錢啊多過佢啦，身份地位高過佢啦，咁所以佢會不定用少少嘅一個嘅缺點，然後將佢無限放大，或者用你一句說話無限放大，而將你成個形象擺脫咗。佢會喺自己身邊最好嘅朋友裏面不停放大，或者喺自己網絡上面不停咁樣講。所以如果有人鬧你，根本唔需要理會，你只係去做你自己應該做嘅事情就得㗎啦。好片記得俾朋友